新北板桥的新月桥卡有一个人工的湿地，最近变甲真特别。有几名艺术家甲在地学生，甲废弃物结合湿地实物，打造生态艺术作品。希望大家做伙来关心环保议题。用稻草做出来水壶、甲白灵丝，阁有好晓意象的椅仔。新北市高潭厝最近请8位阁来挂的艺术家，甲在地学生结合湿地生态所做的艺术地景。他们来做设计的时候，其实是先来参加我们的湿地的课程、湿地的导览，然后跟周边的里民、学校去做环境沟通，然后去做共创。所以有一些作品不是艺术家一个人做出来的，而是跟里民、跟学生一起合作出来的。新北市高潭厝表示，新挂桥卡的人工湿地，过去主要是处理大汉溪生活污水、净化水质。伫自然生态转来了后，2017年就开始办活动，过去2冬拄着疫情停办，这届复办，嘛希望透过湿地自然化、公园化，让民众亲近生态。好，那像其实湿地有些芦苇啦，或者是我们一些废弃的稻草这些东西我们都会拿来做回收再利用。因为我们要呼应这个人跟环境的变迁，那难免会有工业化，所以我们其实用了一些废弃的这些材料那这些废弃材料，例如水管啊、这些麻绳等等的。刚刚还有看到像是什么，好像是水管之类的东西，就是在那边把它做一个结合。刚好旁边是湿地，就会觉得好像还蛮适合那种环保的议题的感觉。高潭厝表示，这届总共有14组的作品，会等到过年后，卖阁甲艺术家来讨论延长作品的保留的可能性。希望民众透过这了解环保日能的重要。记者电话文学凯、贾桂林新北报道。